강제 우지 요조 도구 초체 접시 로자 한무 보수 양슈 사이 포지 양슈 양제 추미 와나바 그랜 다시비 녀마 모조비 녀마 허삼초비 녀마다라 호야고즈 카바 범슈 오구라 세나조 Yeah.
会儿在加班儿，因为他是老师嘛，所以说要赶作业那些。欧姆也是老师，欧姆今天也加班了。今天到泰国里都怎么说都耽误了一会儿。帕姐，这个是帕姐，胖妹儿是帕姐。非常灵活。
必要给他吃别东西，基本都起好多了。他务必手加上没有，就是用到一般的，170。
帕举，帕举，帕举。帕米尔高原的帕，赵帕的帕，帕举。他好像抖音里面有那个账号，你直接搜。还是我今天下午找到了。Yes, yes， 境外生产。三次是上一曲，两次下一曲，一次下一曲。
炸西他们从3个队长，晓得拥挤炸西要3、5万还是？现在能工资好多吗？也不知道，他们自己都不来，他们连他免费的他都是，他为什么自己组织的啊？没得任何收入，他晚上7点半给都是相当于看上的那种钱了，他的都一付单了，我们在开始
贵姓？啊？贵姓？说你贵姓？我姓名，他的。他叫什么？他们不老有人跳，只有广场舞那个，从小看到大，从小看到成年也在跳。这是民族性的东西，本来其实相对于汉族来说哈，就少数民族有人跳，好羡慕。不管你想睡觉吗？想不想睡觉？不得睡觉，好睡着的。
这时间好接到去。这接着确实这不是已经有几个月了吧？一样的，那个在国内那些都能快走啦，就说海外的博主，他就火的就很多，甚至于说比那个更挣钱啊。对啊，他那个因为这边体量大呀。就对于一个国家，外国的人都是稀奇的，就是自带的流量。3亿人玩外网的，少数，10人还是多？少的。我说的是少，说少了吧？他们都知道，对人发那个，有人要10万的看到，因为它上面我那个一会显示时间，它直接显示几点到几秒，时间我能看到，它系统知道。用户端跟那个东西一样脸上比较少的，习惯，后来比较快。真的可吗？中视频，然后播放量整，但是整个这是粘着的是吧？分开的，但是方便把它连在一起。是说这个方便嘛？哦。我以前不是用那个稳定器嘛，稳定器那个不好操作。啊，可以。这是啥软件？感觉还挺好的。哦，直接连接。哦，没有，都分开了。
这个是有土币的，这个是自己那个自己单独设的。你不吃什么店呢？我感觉这个都不是外头的，这个是他发的有那个中文，看了是。哦，有中文的嘛，有港台的嘛。三台小李体，我名字叫小李体。啊，小李点。好多拍照的，还是礼物的。啊，你看吧，这个。结束了，大家明天关这个点关注。收一下。还有很多，昨天晚上还有新年过来。我们都去吃饭了。还有87六，昨天晚上37六可以。今天就是休息。谢谢小李电视台，我不是电视台，我只是随便体位嘛，什么都可以拍。Hey guys, what's up, man？ 你这跳还是？今天跳出还是？今天第3天过。他都就是那种从来没想跳舞的都跑来跳的。我以前耍跳舞机很凶。那个脚底下是生火了呀，那个脚那个舞脚步不一样，这个脚步有点不一样，有些时候有时候是左手左脚，有些时候就是错起的。这个你搞不懂。反正那个锻炼身体。他们都知道，我这个发那个软件，它不是写那个右上就有。我看你每次在盖了一个那个图片在那儿的，是不是？弄错了，我不晓得咋那天。我昨天晚上在屋头自己就看你的直播，自己就那会儿了，我都不晓得那有图片，我不晓得咋个选的，直接扔上去了。现在就好像我没有那个图片，他图片跑自己做的。我都不晓得那个相声里面随便选一选，你知道吗？他传上去，他就传上10万。然后网上一看了一个我昨天看那个灯子的那个骑马的视频，吓人！我日妈，好牛逼啊，老子觉得。骑马的在山上骑马，我日妈，这吓人了，简直跟这个。小狮子，来看这个，就这个。啊，这个好牛逼啊！我们没开始干嘛？他那个氧气就下去了。对，就是有。没得这个，好像这个是一般都有这个，好像咱没得了。就是它背仰下去，它是背仰下去那样子出了地的，还要过。你看嘛，你看没有倒起下去了，下腰下去了。我操！他是背下去，还不是正起下去。本人，我他妈我要找他照个相，我哪天我跟他合个影，太牛逼了！我哪个真的要跟他合影，美女我都没去合过影的，我要跟邓紫合个影，太牛逼了！